15.5下面接
定涅槃，三世诸佛依法界般若蜜多观，必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，菩提法界般若蜜多，是大成就，是大名义，是无上智，是无顶顶智，能度一切法，真实不虚，无说法界般若蜜多智，一说自我，揭谛揭谛，般若揭谛，般若经揭谛，菩提萨婆苓光明教授念的台语是“揭谛揭谛，婆罗揭谛，婆罗经揭谛，菩提萨婆揭谛揭谛，婆罗揭谛，婆罗经揭谛，菩提萨婆”。佛教道场早晚课诵念台语是念“揭谛揭谛，婆罗揭谛，婆罗经揭谛，菩提萨婆”。日本人念的那个声音也比较接近“揭”跟“嘎”之间，接地接台语是念作“嘎”，但是怎么会念成“结”？结那个音呢？这“给”的阳字旁那个“结”啊，尽心竭力的“竭”，左边那个“力”变成那个羊，牛羊的“羊”，那个五胡啊，匈奴借鲜卑低腔那个“借”啊，有那个版本的经文，那个接地的接是写那个“借”啊，五胡里面那个匈奴借鲜卑低腔那个“借”，羊字旁那个“借”，他念出来的念“揭谛揭谛，婆罗揭谛，婆罗经揭谛，菩提萨婆”。但是用台语那个接边啊，接花接穿那个接的话，台语是念“揭谛揭谛，婆罗揭谛，婆罗经揭谛，菩提萨婆”。如果用梵文罗马转写字，应该是 GATE，GATE 不是门哦，是那个 Go 的变化，Go 的什么词的变化字啊？梵文的话有8个啊，组对句谓从属处乎个，8种个呢，就好像英文那个什么三态变化字就不一样了。然后那个 GATE 音比较接近揭谛揭谛，念出来揭谛揭谛比较接近了。GA 嘛，揭谛揭谛，婆羅揭諦，婆羅經揭諦，菩提薩婆。林光明教授有在佛光山道场办的宜兰佛光大学任教呢。那研究咒语的佛教咒语的专家呢，他的影片示范的声音就是“揭谛揭谛，婆羅揭諦，婆羅經揭諦，菩提薩婆”。